佐敦，一個充滿故事同人情味嘅地方，環街窄巷裏面留低咗好多香港人嘅足跡。每次行過呢度，總係可以感受到嗰份好地道嘅熱鬧同親切感。今日我哋想帶大家去一個對駱康軒嚟講意義非凡嘅地方——佐敦。呢度係駱康軒喺香港嘅第一個家。25年前，我哋就係喺呢度踏出咗第一步。當時嘅社會對健康護理用品嘅概念仲係好陌生嘅。有好多人受健康問題困擾，甚至影響到日常生活，所以我哋決定要將一份專業又貼心嘅健康關懷帶入社區。最初我哋喺唔同嘅百貨公司設立專櫃，但慢慢發現大家對呢類健康護理用品都有一定嘅需求。於是我哋就決定開一間自己嘅鋪頭，希望可以提供更舒適嘅購物空間同埋更齊全嘅貨品俾客人選擇。最後我哋就喺佐敦呢一個交通方便嘅地點揾到呢一個理想鋪位之後，駱康軒嘅第一間門市就喺呢度誕生啦。喺呢度唔只可以揾到各式各樣嘅復康用品，我哋仲有專業嘅足科服務添啊！從專業嘅足部健康評估到度身訂造矯形鞋墊同護具，我哋都致力為你嘅足部健康提供最周全嘅方案。自開業以嚟，我哋好榮幸可以見證到無數客人從舉步維艱到健步如飛嘅真實個案。好多客人都話行路嗰時舒服咗好多，個人都精神啲。好多由開鋪就幫襯到而家嘅熟客都會話：哇，好彩你哋仲喺度咋，身體有咩事第一時間都係嚟揾你哋。就係因為呢份日積月累嘅信任，大家慢慢就好似變咗朋友咁，有時得閒就嚟同我哋傾偈，分享下生活點滴，關心下大家嘅近況，呢種感覺真係好窩心㗎。我哋希望可以成為大家健康路上嘅夥伴，關懷、聆聽同理解，從而提供最適合嘅健康方案俾客人，用心服務每一位街坊。呢個係佐敦店一直以嚟秉持嘅信念。呢25年嚟，佐敦呢區變咗好多，但駱康軒守護大家健康嘅初衷始終不變。我哋嘅故事由佐敦開始，一步一步走遍香港嘅每一個角落。今年係駱康軒開店25週年，我哋特別推出咗區區有駱康呢個企劃，收集咗全港30間分店嘅故事，帶大家行勻每一區，聽下唔同分店同客人嘅駱康故事。想了解更多其他分店嘅故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着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影片啦。